我四平贵可以过世了。哦，当然可以。请。慢请。少爷，上老夫无卖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我请问你手上，迄块玉环是对倒位得来？这是我生父母留落来遗份。哦，梁尊叫做什么名？文环出世就崇亲继信，养父世良，师父叫做道中。道中，当年普州皇子的太监正是道中。少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手骨头身受刺？有一个恩哩。魏老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点皇上的面头前，照你有干涉嫌疑，所以老夫是皇子，要来审查此事。照我有干涉嫌疑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你岳父王丞相，也有你二姐夫，天下兵马大元帅为虎，伊也对老夫讲过，应该袂唔对吼。哼，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笑什么？贵老将军，这个代志原因是真多。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甲我抓来，这敢袂叫人好笑嘛？哦，你讲看卖咧。贵老将军。十八年，你做西凉国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身边有带着西凉的国史，请看。这个玉环是咱魏家唯一的传家之宝，不论娘娘生下皇子，或者是公主，我想讲这个玉环留落来，给我的外孙。
非四平贵，伊就是老夫的外孙了。班长，伊既然有干涉嫌疑，而且事隔数十年了，老夫绝对袂用你干那骗这家业权，是来认为伊就是皇子李允。我应该爱小心来查明此事来龙去脉。贵老将军，你拢退啊？是。我来王家教义，老虎不敌，多有失罪。去教。是王爷，请坐。多谢贵老将军。是王爷，听你讲起来，王丞相格为好，就是甲你结仇，所以才专登用计就要来陷害你。无错，王丞相是为着伊王三姐的归顺，为好是霸占我的功劳。本来这次倒转来，是要向伊讨18年来的留乡，更加伊陷害本藩的心理。本院定期以来，不含岁岁年年派人调和进贡，而且佮教着伊西凉百姓汉文礼节，开放就关卡，互伊百姓佮中原的百姓同享，一切这敢毋是伊表明我四平贵对大同的重心吗？对，是王爷所讲的，句句都是事实，老夫绝不能不相信。既然如此，我四平贵可以过世了。哦，当然可以。请。班长，是王爷，算老夫无赖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我请问你手上，迄卡业权是对倒位得来？这是我生父女留落来遗份。哦，梁尊叫做什么名？本县朱世就崇亲继信，养父四良，师父叫做道中。道中，当年蒲州皇子。的太监正是道中，是王爷。我来问你，你手骨头身受刺？有一个恩哩。皇上，30多年前，皇上你出罪名神，找找皇子李允，神今仔日将伊恢复罪了。贵卿，你讲四平贵是点的皇帝李允吗？正是，有神当年送给魏娘娘的白玉环，而且魏娘娘还佫着皇子的手骨头。用金针甲伊刺去稳去。好啊，皇帝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吼，伊讲好消息要来禀报你。三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姐，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还够有心情，通甲我滚算笑。三妹，我就是知影讲你心肝内真烦恼，所以恁大姐夫就将这个好消息甲我讲尔，我就随走来要找你。哦，大
小姐，那你嘛紧讲。元老将军已经认出四平贵就是当年江内失散去的皇子李温，也就是元老将军的外孙啦。皇上已经是四平贵为提君，因为皇上即马量体欠安，四平贵伊必须留踮宫中亲自汤药，毋则暂时袂当出宫甲你见面。真是嘞！啊！技术，三地竟然的生太子，无稀奇啊，无奇怪，这落代志我早就知。毋是新鲜下凡来，这落代志你哪会知？我的眼光上厉害，三地是真良来投胎。既然你是阮老大，你莫分家规搁咧加臭蛋。你不大无细黑白法，分家规嘛是恁老大，恁老大。